好，来乡亲继续来看台中市的市定古迹德胜山庄，有来种2丛100年的贵味的奶鸡，每年拢会举办奶鸡节，开放予民众去买奶鸡。今年因为疫情活动来停办，也毋过馆长也是号召着员工买500斤的奶鸡，分送予邻里社区甲防疫人员来传送温情。 因为疫情封管，毋过台中市市定古迹德胜山庄，即天也是动员一寡员工，佮有社区的里民来办园区内底2丛100年贵味奶鸡，要送予社区，佮有防疫人员。能9个人，而且我们自己的人在而已。每年德胜山庄拢会举办奶鸡节，开放民众来办。 不过今年因为疫情无法度开放，所以今年是园区的人员来办，加送予附近的民众。然后因为果肉 Q， 然后味道很清甜、很清香。因为这个荔枝，这2颗比别人的更好，因为我们常年都是在水沟旁边，我们有小水沟，所以它都不缺水。有一个适当的修剪，它才第2年会长得好。所以我们今年也是结实累累。 2丛100年奶鸡嘛，用2天的时间，办500台斤，和附近的里民来分享，希望大家互相鼓励来度过疫情，重新出发。